自從有咗玫瑰助初，每朝早未行到去廁所，你個心係咪已經好慌呢？嗱，最折磨你嘅其實唔係每日照鏡嗰一秒嘅絕望喎，未望塊鏡已經 feel 到塊面咧興合合，好想裂開啦，一見到又紅咗啦，你連嬲嘅氣力都冇，仲要咧每日咧瘋狂咧喺度怪責自己喎，咦係咪琴晚我夜瞓呢？定係我食錯嘢？日日咧都俾呢種內疚感咧係折磨到好攰啊！嗱，望住以前啲相啦，明明以前好有自信嘅，點解而家會變成咁嘅咧？買到成屋咧啲護膚品啦，但係搽極都係痛嘅。覺得自己好似白老鼠咁咯，使盡冤枉錢，日日都同自己打仗，但係注定打輸嘅感覺，真係會咧逼到自己就快癲啦。聽住，你冇做錯嘢啊，你只係未揾到啱嘅方法嘅啫。其實唔好再一味咧靠食藥頂住啦，有方法可以直接由根源幫你執翻好個底，唔好再自己一個人默默咁死定啦。想知道到底可以用咩方法幫你停止呢一場噩夢？留言我想知，今次我會陪你一齊贏翻呢場仗。